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鄺永書。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政客咧一般都好中意寫書嘅，一方面可以宣傳自己，咁由另外一方面咧可以有酬金。咁最近咧，前英國嘅首相貝理雅咧喺出版回憶錄裏邊咧就大鬧昔日工黨戰友白高敦咧 EQ 零蛋，咁啊仲叫佢咧快啲落台，就等佢可以有個位上去啦咁樣。咁其實內容咧都幾好笑嘅。咁另一個明星級嘅政客咧，演説魅力十足嘅美國總統奧巴馬咧，又話再出書咯。咁書名暫定為 Of Thee I Sing, A Letter to My Daughters。咁中文嘅譯法咧，大致咧就係叫做我為你歌唱給女兒的信。嗱，呢一部40頁嘅童書咧，將會由蘭登書屋 Random House 出版。咁讀者嘅對象咧係3歲以上嘅細路仔，內容咧就係向兒童咧講述13個美國先驅人物嘅故仔，包括開國總統 George Washington、美國嘅職業棒球員 Jackie Robinson 同埋傳奇女畫家 Georgia O'Keeffe。嗱，呢本書咧由知名嘅插畫家 Lauren Long 咧繪圖，屬於一本勵志嘅作品。喺書裏邊咧，奧巴馬咧就鼓勵小朋友咧要敢於設定自己嘅理想之餘咧，仲要勇敢咁樣去實現佢哋。自從白宮宣佈咗奧巴馬呢個書出版嘅消息之後咧，其實距離真正出版嘅時間咧仲有2個月時間，但係居然咧喺網絡書店裏邊嘅預購情況咧就出現一個非常之熱賣啦。嗱，呢本書喺 Amazon 同埋 Barnes and Noble 嘅網站裏邊咧，預訂書嘅數目咧，居然令佢哋即刻登上咗頭25名喎。Of Thee I Sing 預計第一版印刷咧就為50萬本，暫定咧17.99美金。嗱，買書嘅收益咧將會用作傷殘或者係陣亡軍人嘅子女就學助學金。其實今次咧並唔係奧巴馬第一次出書。話說咧喺2004年，當奧巴馬仍然係伊利諾州聯邦參議員嘅時候咧，蘭登書屋咧就以190萬美金咧就同佢簽咗3本書嘅合約，咁就係包括 Dreams from My Father 我父親的夢想、The Audacity of Hope 無畏嘅希望，同埋今次呢一本我為你歌唱。嗱，3本書咧都係奧巴馬喺就任總統之前咧就已經完成咗嘅。美國唔少總統咧都曾經出書，但大部分咧都係喺卸任之後或者係即將卸任之前咧先至會出書嘅啫。嗱，呢本書咧雖然咧就仲未出，但係已經引起一個好大嘅迴響。原因因為佢係美國總統咯。咁除咗奧巴馬之外咧，仲有2個美國總統咧都曾經出版過兒童嘅圖書嘅喎。咁分別咧就係前總統 Jimmy Carter 曾經喺離職10年之後咧出版童書《史努格寶寶》The Little Baby Snuggle Fleeger。而另外一位咧就係已故嘅羅斯福總統，佢入主白宮之前咧就同人哋合寫過一本童書，叫做《Hero Tales from American History》。嗱，既然咁多名人咧都參加過去製作兒童圖書嘅創作，兒童圖書喺國際出版界咧係佔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就好似 Harry Potter 一樣，同由一本兒童嘅圖書作品咧變成跨媒體嘅創作。嗱，咁到底奧巴馬呢本書出咗之後會帶起一個乜嘢嘅風潮呢？我哋咧就喺呢度約定你，呢本書出版咗之後，我哋會再同大家介紹講下呢本童書嘅可讀性。嗱，講開出童書咧，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都有呢個諗法，但係喺香港要實行其實係相當困難。一嚟咧，好多人都認為咧香港出童書嘅市場就太細，吸引唔到好多讀者啦。咁二嚟，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做一本兒童嘅圖畫書咧，唔單止要有內容，要有精彩古仔橋段，其他嘅配套，好似一啲精美嘅插畫啊，描寫嘅方法、古仔概念、角色設定、場景至到氛圍去塑造咧，都係一個好必須嘅元素。而且咧，文字同圖畫之間嘅配合咧，都係好重要啊！嗱，如果你想做一個童話書嘅作者咧，有一個人物咧，你就必須要去認識啦。佢就係中國著名嘅兒童文學大師豐子愷老師。佢係浙江省桐鄉縣人。早年咧曾經跟李叔同老師咧去學習繪畫同埋音樂，更加咧遊學日本。回國之後咧，佢喺上海同重慶咧就從事美術同埋音樂嘅教育工作，亦都曾經推出嘅作品咧，包括有《圓圓堂隨筆》、《率真集》同埋翻譯日本嘅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仲有俄國屠格列夫嘅《獵人日記》。而佢嘅兒童文學作品咧，就包括護生畫集啊、小鈔票歷險記啊、紫海漫畫同埋兒童漫畫等等。佢以簡單嘅筆觸咧，同埋淺白嘅文字，為當時嘅中國帶嚟一系列嘅兒童讀物。
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喺坊間咧有一個以佢名義舉行嘅兒童圖畫書設計比賽，叫做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嗱，攞佢個名去命名嘅原因咧，係希望藉以表揚豐老師對兒童嘅熱愛同文學藝術方面嘅成就同埋貢獻。嗱，呢個比賽咧，自2008年開始咧，就係希望去鼓勵同埋表揚兩岸三地嘅兒童圖畫作家、插畫家，去創造一啲優質嘅華文兒童圖畫書。嗱，參選嘅主題咧，其實可以好寬鬆㗎，只要內容咧同形式適合3到12歲嘅兒童閱讀咧就可以㗎咯喎。嗱，呢一屆嘅得獎作品咧就啱啱公佈咗，包括《團圓》、《躲貓貓大王》、《一園青菜成了精》。另外咧仲有31本入圍嘅作品。好可惜咧，當中全部都係台灣同埋中國內地嘅創作。香港嘅作品咧就欠奉啦。今年其實香港咧都應該會有一啲好多有水準嘅創作，但係要出版一本有質素嘅書又談何容易。所以各位如果對創作童書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去參加呢個比賽啦。今集講到呢一度，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拜拜。